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看1月31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有什么款的新闻重点，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今日是正月初3，已经有民众提早上班。高公局预测讲，今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也是连假交通量上介济一天。美国华府空难到达已经超过24点钟，搜救人员拢无找到任何生还者。收容2架无人机，总共67个人，就可能全部不幸过往。过年出门行道要注意，有一寡风景区禁止轿车、奥多摆驶入去，若做违规，可能要缴罚单，上济罚1000倍。讲到今仔日是正月初3，已经有民众提早上北路。即早起9点过后呢，即高速公路的车就变较济啊。高公局预测讲，今仔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也是过年连假交通量上介济的一天。来讲就这天气的部分呢，今仔日开始这南方云系刷向北边，早起西半部地区已经伫咧落雨啊。在其他良好天气就要结束啊！去行顺赏樱花，这个初3开始，得到南方的云系向北边刷了，各地拢会转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自初4开始，方面挖过来，北部、东北部也个东部地区雨会较明显。2月3号初6开工这天，有带着冷气团的来，温度会更加正明显，拢变做湿加冷。下一波的冷空气从下礼拜1开始，那最冷的时间点可能会是在礼拜2的清晨，或者是礼拜3的清晨。那这一波北部跟宜兰的这个地区，可能在台北站这个点，温度会是在11度左右。那在空旷地区也可能会低个1到2度，所以也会有部分地区有低于10度以下的这个状况发生。春节假期就即要结束，每一条国道自早起9点开始就出现上北的车流。我中昼时阵，国道5号头城到平下，国道1号中华保险系统，也有北部的都会区，有一寡路段是速度降到40公里以下的红色路况。初3是北上的车流会有比较多的情况哦。我们注意到今天北上的部分，国1苗栗到湖口，国3关西到大溪，都是在今天的傍晚左右会开始会有大量的车流出现。另外，伫省道部分，公路局讲，正月初3出去耍加提前要登去上班的车难做伙，尤其塞车的路段包括快速公路连接国道的路段，也有风景区的附近。另外，伫第14干线延丰到第5岭的路段，因为路边结冰积雪，限定然后有挂细电的车才能行，并且看情形做机动的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正年头要注意安全哦！来看台北市有一台这双站的观光巴士，昨暗头仔经过中孝东路5段和基隆路路口的时阵，和一台奥多摆相压，害这奥多摆相在后壁22岁查某乘客，伊倒脚互巴士的车链底掉的粉碎性骨折。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若准是巴士的唔对，会依法开罚。业者也讲有派人去甲因看，而且有送慰问金。若准是司机唔对，因也会担起责任。行车记录器翕到台北市双站观光巴士甲奥多摆发生相同的情形。这伫澳洲女乘客倒伫涂骹了，脚互巴士的链仔跌掉的。巴士的司机赶紧落车看，也赶紧报警。经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使用破坏器材，甲链仔卷起来，甲这个女子送去病急救。一那代志发生迄当阵，双站巴士内面有25位乘客，大家拢惊到。尾巴士业者也派车来载人。代志经过是正月初2下昼要4点多的时阵，伫咧我一群市政府站的中孝东路5段加贵人路的相车路口，这台观光巴士本来是要直直向前经过路口，边仔一台奥多摆是46个姓刘的查甫人骑车，伊载因22岁查某囝停伫咧要驶正边的弯道的这个车道，敢若是青灯了。这台奥多摆先停掉的，互行路人要过，伊向倒边甲车身小可刷震动，就甲双站巴士去围掉，并且影响到头前的奥多摆。驾驶及乘客送北医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三方驾驶均正常，亦无酒驾情事，肇事责任待厘清。
3位教师经过纠结材料拢是零，只个那4年的教师因查某囝肚边的骹有切断去，伤势较严重。台北市公运处讲，目前还等待警方调查车祸的原因甲责任。若是确定是司机的疏失，会依照公路法罚9000到9万块。即刻的送鉴定委员会，只要认定是业者和驾驶的责任，我们一定依照公律法相关的规定来开罚。我们这位驾驶员他是前2天都是在休息，如果是我们责任，我们会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业者表示，司机是正常出勤，并无超时或者是疲劳驾驶，已经派人去探视受伤的人，并且予因慰问金。所来将会配合调查代志的责任，负相关的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这东区有一间菜馆行第29暝咸初一，这大路头咸菜馆口拢出现这100班，去面真侪民众来吃买。因若讲到南屯呢，有查甫人趁菜馆行内面一名女性无注意的时阵，甲伊的菜馆口摕走，扣了后有着奖，佮去换钱。这被害人是当场报警察。炮火声有过年气氛是更较闹热，菜馆行嘛来了更较侪民众。原来这间位伫台中东区的菜馆行，连续2天有人中了100万。2000元的刮刮乐，还有大乐透100万大红包的100万都有。连续2天，每天都开1组针。业者讲开无才1年左右，最近伫过年之前，请来一尊弥勒佛来当作镇店之宝。无想到28号，有民众来买2000块的刮刮乐，当场中了100万。过29号，台彩阁公布开出条大乐透，春节促销奖100万，每种人嘛趁着过年假期来试看卖手气。顺时针摸3千。好运带回家，好。今年就是想说，领年终，不然再来刮刮看刮刮乐好了。不过，伫台中南屯这间菜馆行，30号时传出有男子将另外一个女子所买7张民间500块的刮刮乐来偷摕去，被当场抓到。将刮刮乐拿去柜台兑奖，换得2900元现金，并占为己有。员警确认刘贤行窃过程属实，依法送办。被害人发现刮刮乐被偷走，且店家吊挂监视器，发现这个男子将刮好的刮刮乐摕去兑奖，得到2900块，随去报警处理，以超度罪嫌来上班。警方提醒，刮刮乐还未刮开之前，记得定当为现金，民众嘛要提高警觉，好好来保管。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这过年期间，有关有诈骗，新北市有这民众伫网络顶头看到这投资股票的广告，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装 App， 搁才交出30万，一直到出金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去哄骗啊。落尾伊是配合警方做伙掠到这领钱的强悍。这行政院消保处也要提醒民众，若准骗行情搁较加大续赔，拢爱特别注意讲，这真有可能就是消费诈骗。趁诈骗集团车手，佮甲被害人收财物的时阵，警方为市民来包围，互车手无所在通走。顶日有新北市民众伫网络上看到投资股票广告，无怀疑按照对方指示下载 App 甲交付新台币大约30万。然过要付钱的时阵，对方却要求佮投入现金，民众才发觉哄骗，赶紧报警，配合警方来抓人。本所日前接获民众遭诈骗新台币31万元，遂趁被害人与诈骗车手交付款项时，顺利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诈欺罪移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虽然政府甲民众同齐来阻止诈骗，也毋过诈骗又外地出现。若是投资诈骗、电话诈骗，也是一直换新手法。网络预约式的广告诈骗，更加是真假真歹辨别。频率也算蛮高的，这点数蛮高的。认为这个网页我们没有把握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列过了。有那个什么了啊，我快要被打死了，我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打电话来，我说你又在讲啊，他就骂3字经，我赶快给他切断。行政院消保处表示，春节期间网络买物件也是买线顶的电话服务，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无符合陷阱的价格促销，佮搭配汇购付款甲7日感伤期等，真可能就是消费诈骗常用的手法。若是拄到预约式广告诈骗，会当尽速请代收汇款的汇文，也是超商业者协助退款退货。
若是发生消费争议，爱保留甲业者的沟通协商记录，后手也会当刷定申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华府空难到达已经超过24点钟啊！这搜救人员拢无找到任何一位生还者。这收容的2台飞行机总共67个人，才有可能全部拢不幸来过往。就算这飞行记录器有找到这个证据，但是也是爱时间去判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指出讲，目前是无法度提供上过侪资讯出去，也无法度定论这事故原因。我境华府离境国际机场的波多马克河水面上，搜救队伍由原来继续打捞罹难者的遗体甲飞行机的残骸。画面上大约会当看到美军的乌鹰直升机残破的机身已经浮出水面。另外，美国航空集团所属的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小型客机，因为机身当作沙过，分散伫河底无同的所在打捞上岸，也需要更较侪时间。也毋过重要证物之一，俗称乌阿爸的飞行记录器。甲座舱通话记录器拢已经找到，等待专家判读。Our mission is to understand not just what happened, but why it happened, and to recommend changes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Since we're just beginning our investigation, we don't have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to share right now. 根据福斯新闻网、纽约时报甲美联社的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进前就有内部报告指出，离境机场的航管人力配置异常，可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就着发布 FAA 副署长新晋选的场合，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航管专业人员需要只考虑专业能力，唔通各种种族性别直直评分。外电报道也指出，按照规定，离境机场的航管人力需求是30人，不过目前只有19名通过认证的航管人员，加上定着调度加休假需求，定出现一个人当作2个人咧用的状况。另外，拄结束的美国花式出兵锦标赛有14名选手、教练甲家属，拢伫塞罗来的房机顶。所以，欧洲时间30日爱沙尼亚举行的欧洲锦标赛开赛进前，大会也为罹难的美国选手默哀。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过年时啊，出门行大爱特别注意哦，有一寡风景区是袂当赛车、奥多派入去的，亲像这台东的北龙大道是规年冬天拢禁止一般的轿车、奥多派入去。这过年期间，也受民众无注意甲车驶入去，一声就要吃罚单，上济是罚到1800块。台东县地上乡有名的北龙大道，今年春节期间游客人数虽然比往年少大约1成，不过也是有游客唔惊冷，到这行村欣赏油菜花田。不过路口明明表示禁止汽机车进入，不过也是有游客赛车、骑车进入残酷道路，影响骑慢车游客安全。为了闪车，怕会跌进去会啦。地上乡公所早伫103年就公告，为着维护自然农田景观，今年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9月管制点也设立标志，不过定有游客可能无注意，将车驶入自然农田景观区。关山分局表示，游客赛车、骑车进入，防诈险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非农作车辆不得进入，若违反规定，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2项2款。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民众遵守管制规则，避免交通意外事故之发生。警方研判，因为今年春节期间东部户外气温低，部分游客可能惊冷，无想要落车，才会赛车进入自然农田景观区的北龙大道。呼吁游客爱遵守规定，若无守法，影响旅游的心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部前几天拢出日头，吸引民众落南行村。就算今仔日初3早起有落雨，伫台南中西区一寡店家透早呢，就排队排甲落长啊。伫咧中西区也有一间卖碗粿老店，就算初一发生火灾，头家今早起油罐有开店，透早就人起来排队啊。当下烧气滚滚，店家真热烈，包好一碗搁一碗土特鱼羹。初三透早，台南虽然落过雨，但无影响民众想要食好料的决心。中西区国华街透早就出现真侪游客，几啊间店门口拢排满人，就是要食府城在地好料。2个碗粿，2个汤。比起国华街一堆游客，附近当地办普济订货、普济街，虽然是还未点灯的透早人较少，犹原有民众趁人少，赶紧来欣赏头顶这寡彩灯。原创者很多，然后看到不同的样貌，每个人的创意都不同。
很棒。南部前几天天气比北部温暖，吸引袂少民众过年期间落南，来到真侪老店的台南行村食好料。同款伫中西区原本开伫府前路的百年碗粿老店，店面初一号大火烧了，但有民众发现老店初三已经重新营业。整个镇基本吃不到了，然后后来听说，老板没怎样。我早上去晨跑，看到好像移到这边来，就来这边看，还好还吃得到。一定爱找一个会当个别的所在嘛，所以我就开始咧搜寻啊，所以运气也真好。我第一时间甲卡的时候，伊带为台北倒来，伊嘛无第二句话就答应。天大光，店门口已经有民众排队等要买碗粿。透过李玲甲亲戚朋友斗3工，老店真紧就找到新的店名副业，嘛互期待食好料的游客，这个假期总算圆满。公司新闻陈环宇、陈显坤台南报道。人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甲饱，今仔日有关有真侪民众出门去行村。台北的干道宫对初三到初五要举办做歌顶活动，民众拜拜了后会当到店来参与。另外，明仔载初四是接神的日子，民众也趁这最后这几天的休骨日，去到庙里去拜拜求财，也祈求讲今年会当趁搁较侪钱。今仔是旧历正月初三，俗语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甲饱，初四祭神。困饱来拜拜的民众是A定定。台北市干道宫对初三到初五也举办鼓仔顶 DIY 的活动，大人囡仔家己动手做古水蛇形的鼓仔顶，民众感觉真趣味。目前来看，伊是非常的创意。你看伊的头，伊安尼叮当，我感觉非常的好。色彩莲花，就是祝大家今年身体健康，大家讲话拢讲好话，过一个好年安尼啦。除了体验活动，伫咧干道宫的财神洞内底排队排甲长，侪民众拢等要望金元宝拜财神爷，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发财大赚钱。财神爷祝福咱的财望伫咱落地下内底互咱保庇咱大家赚大钱。过年时民众拢会四界行村拜拜旅游，也若伫咧明仔载旧历正月初四是祭神的日子，众神明会伫旧年旧历12月24登去天庭放假休困。伫正月初四祭神，信众会准备糖仔饼仔，佮有甲马甲神明接转来，而且祭神会使较换咧，所以有送神早、祭神晚这款讲法。通常送神拢爱量早送登去，祭神晚会使较晚一个，不要紧较晚一个，所以通常咱祭神的拢会伫咧即个未经伫咧迄个主时啦，通常拢伫咧即个天光咱困起来了后，再来做即件代志。学者分享台湾风俗，佮有送神风、祭神雨的讲法，就是祭神即天神明对天庭落来，所以会落雨。另外，初四、初五祭神迎财神，全台财神庙亲像航路地福德宫、北港武德宫、南投德山指南宫、屏东车城福安宫等等。过年时人是吵，拢是祈求开工了后，新的一年大发财。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今年是蛇年，真侪民众想到蛇，第一印象拢是感觉真恐怖、有毒的感觉。实际上，蛇伫国内外意义也拢无共款，有代表医疗、智慧等等的意涵。邮政博物馆因为蛇年当日展览36套甲蛇有关系的邮票，要互民众了解到蛇代表的意涵。这张邮票有画蛇汤，阁有人甲各种器官。这是日本1999年发行纪念日本医学会总会的邮票。侪民众看到蛇会惊到，但是亲像蛇汤都有正面的医疗依据。过年就是蛇年，邮政博物馆办展览，展出蛇的邮票，互民众了解各种蛇的代表意义。蛇每年拢会脱皮，有着恢复甲更新的这个过程。嘛会使讲有知影讲疗伤的能力。毋捌看过蛇啦，想讲看蛇拢是会咬人啊，是安怎会惊？看卖知影其实蛇无遮恐怖。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宣导，跟大家讲说蛇的它这个代表的含义。邮政博物馆表示，这摆展出36套甲蛇有关系的邮票，除了有来自台湾今年的蛇年邮票，关注面的百步蛇文化邮票，佮有来自无同国家，亲像是东方、西方甲蛇有关系的神话故事邮票。互民众知影无共文化是安怎看待蛇的。佮提供这个几落个国家的这个神圣邮票，来扩展咱的邮票的世界观。另外，我嘛规划这个东方、西方的这个神话故事的展览区，比如讲咱台湾原住民的这个百步蛇的传说。
除了熟悉蛇的文化，现场也有教生态，亲像展出实体蛇骨、蛇皮，搁互民众知影，若伫野外拄着蛇，爱保持冷静，莫搅扰因的生态。邮票的展览兼顾生态教育，互民众更加了解有关蛇的知识。记者郭本郑春由林玉凯台北报道。台中新港的溪州地区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所有24间的土地公庙，在地质文书工作者甲里长合作，开3年时间去调查整理资料，出版一本地方史的册，要互外界和后代子孙了解当地正特殊的宗教文化。伫田边有一间细细间的土地公庙，新村下边有一个简单的石龛，内底附载一粒石头。台中成功溪州地区因为所在较偏僻，定定淹水。早年种田的人拢伫家己田地内底采石来祭拜，祈求五穀丰收。灵石就是土地公的前身。这间福德祠被叫做包生查埔的土地公，当地人讲想要求主，拢会来遮祈求。人可能生查埔较济安尼尔啦，拢来遮拜，嘿，拢遮做，阮早时阮拢来遮做啦。这间行卡福德庙也真特别，200-300年前当地是稻船头，地方为着纪念互大家开啊水冲走离咱的这位稻船伯啊，甲船顶的灵石放伫庙内底，甲神明共享香火。有一年呢，咱这稻船伯啊，因为你过船的中间去咱的大水冲掉去，咱就是要甲纪念伊啊，所以讲去请伊迄个稻船伯啊，伊的稻船了啊，迄粒石头的灵石来咱服侍咱的土地公。溪州地区面积3.7平方公里，却是有24间的土地公庙，平均每150平方公尺就一间，数量甲密度真悬是真少看。不过，却是在对宗教祭祀内底看到特有的文化。起因当地地方文书工作者甲里长来合作，用3年时间田野调查，资料来写这存书出版。当初溪州里这就比较偏僻、比较低洼，然后都是种田的，生活比较困苦，然后才会用那个土地公才会这么多。俗眼讲田头田尾土地公，这本存书加24座土地公庙的典故详细记载，后面会由众神和溪州，并且也包含溪州地区的史地、人文、家族、人物、产经者无同面向，希望为这个土地留下宝贵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古琴是一个真文雅的传统乐器，大概有3000年的历史。这琴声需要按照着这师傅做古琴的经验来调整。台湾古琴文化保存者林立正做古琴有50多年，目前也要开传承课程，未来也希望透过出册开设无同款的课程，把这项传统工艺传落去。优美的古琴声呈现经典的古琴曲《流水》。古琴大约有3000年的历史啊！古琴演奏家林发自细汉受老爸，也就是古琴的文化保存者林立正的影响，伫12岁开始学弹古琴，即卖也甲老爸做伙推广古琴工艺。因为我父亲是古琴卓志，所以就想让我从不要只是会做古琴，得懂它的结构、它的道理，然后从演奏看看对卓琴有没有什么一些的改进或者是改变。林发讲，做一台好的古琴，会想要追求更较好的音色表现，会晓弹琴对学做古琴来讲有真大的帮助。要完成一台古琴，需要大约当半的时间，需要找适合的老木材制作粗坯、挂形包布上漆。做古琴超过50档的林立正表示，每一个工序拢需要耐心、经验豆豆的累积。上重要的是建立更较完整的学习系统，让古琴工艺代代传落去。我有我的社会责任啊！这个4个字在脑海里就形成了一个执着，所以现在后来我才决定开班，就这样，这是一个动力。那就是要打造成台湾的一个做琴的一个算园区吧。林立正表示，目前传承班有20外个学员，伊希望未来会当有古琴的文化园区，让更较侪民众对古朴材料工具来熟悉这项工艺。伊目前也咧写有关做古琴的工具册，希望透过文字的记录，和一世人的经验完整保留。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